李家超宣布立法會選舉如期舉行。各位，我已經作出決定，原定喺12月7日嘅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將如期舉行。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朝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，表示12月7號立法會選舉將會如期舉行。李家超指出，災後需要積極推動各方面嘅優化，希望議員能夠盡早履職，審議政府提出嘅方案、建議同撥款，呢啲都需要全力盡快進行。因此，政府會如期舉行立法會選舉。有網民話贏咗選舉可唔可以開慶功宴，亦都有網民話選舉論壇可以搞。如果有參選人夠敢言，話唔定可以谷高投票率。有網民出 po 表示話一觸黃碧嬌，全家齊投票。宏福苑5級火期間，香港寬頻仍致電災民推銷續約，引嚟災民們震怒。報道指有大埔宏福苑災民反映，指大火慘劇發生之後，仍然接獲香港寬頻職員來電推銷續約。該名宏福苑災民話：喺11月29號排隊領取救濟金嘅時候，收到香港寬頻職員來電詢問會否續約。我屋企已經冇咗，我仲需要用乜嘢服務？不過當時已經冇心情嬲，直接 cut 線算。事主直言，處理合約本屬災後眾多事務中嘅瑣事，但對於大機構如此處理手法感到極度失望。香港寬頻接近夜晚喺 Facebook 嘅專頁表示，對於近日有居民接到銷售聯絡深表歉意，公司已立即加強內部指引，確保所有客戶溝通均保持尊重與適切。之後有大量網民去到香港寬頻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鬧爆，留下大量負評。有網民表示極度失望，亦有網民話應該即時解僱相關同事。有啲就留言話太冇良心，取消續約，唔會再用香港寬頻咁話。雖然香港寬頻不斷致歉，但睇嚟呢場公關災難都會持續一段時間。呢節講到呢度，有最新資訊會繼續同大家跟進。